呢度唔係非洲，但係有非洲草原嘅震撼，佔地超大，集動物互動、機動遊戲、森林探險於一身。Hello， 大家好，我係大雄假期嘅導遊龍仔，今日帶大家嚟到2025年全新開業嘅清遠長隆森林王國，跟住我哋一齊出發，睇下有咩玩啦！第一站梗係要去坐蒸汽小火車啦！全程約30分鐘，帶你穿越成個非洲大草原。沿途會見到成群嘅斑馬、優雅嘅長頸鹿、非洲象家族漫步，仲有白犀牛、河馬、羚羊等等接近30種動物啊！好似去咗非洲大草原咁。落咗火車，我哋去長頸鹿大草原繼續玩。呢度有近2500平方米嘅親鹿台，可以親手餵長頸鹿食樹葉。你睇下佢哋嘅眼睫毛幾長，眼神幾溫柔，啱晒大家影相打卡。跟住我哋上獅王摩天輪，喺40米高空睇晒成個森林王國，仲有機會見到獅群喺樹下休息嘅景象添啊！落咗摩天輪，我哋一定要去獅王餐廳。坐喺窗邊，一邊食飯一邊望住窗外嘅獅子，呢種同獅子共進午餐嘅體驗真係刺激又難忘啊！中央大草坪係火烈鳥、白頭橫冠和非洲禿鸛等雀鳥群嘅放養地，呢啲鳥類動物可以喺大草坪上自由飛翔和步走，仲要記得睇埋劇場《動物總動員》，可以見到各種動物現場表演㗎。同埋每日下午4點動物大遷徙5點嘅非洲狂歡大巡遊都千祈唔好錯過啦！除此之外，各位大行假期嘅貴賓仲可以體驗國內唯一動物加溫泉嘅複合型主題溫泉水樂園。仲有4D 幻影泡池，可以一邊浸住溫泉，一邊睇住非洲動物大遷徙嘅投影，真係視覺、聽覺、觸覺嘅3重享受啊！玩到攰，仲唔使周圍走，直接入住主題樂園嘅長頸鹿城堡酒店，房間全部都係非洲主題客房，充滿非洲大草原嘅野性魅力，而且配有齊全嘅親子用品，啱晒一家大細一齊入住啊！咁好玩嘅主題樂園，仲快啲報名，一齊夏日狂歡啦！